一定讲台语的爸爸妈妈要出一本结合故事、音乐甲游戏的囡仔册，望用更较多元的方式，互更较侪家庭有听台语、讲台语的机会。好，过来，这个囡仔嘛足介意的。这是啥物？鸡卵糕。各台湾出名的点心念出来了后，家己放伫小对应的架仔内底。过来家长陪一阵囡仔伫公园内底耍倒阿姨嘛，做伙唱歌，嘴里念的唱的拢是台语。倒手，洗肉丸，吃手，倒手，洗肉丸。因是台语共学团，耍的唱的拢是因准备要出版的囡仔册内底的内容。伫这个故事内底，就是这只鹿仔，伊是惯势讲台语的，伊毋过伊发现伊即摆伫学校讲台语，其他的人听无吼。到后来咧，伊是拄到一只汉字天才，甲伊鼓励讲，你会晓讲台语，就亲像是你的宝石共款哦。鼓励伊讲，你爱甲你的宝石挂出来。这阵讲台语的囡仔，因为有共学团的支持，伫学校确实是毋惊甲因的宝石挂出来。我伫咧学校吼，老师晓讲台语，毋过同学拢袂晓讲台语。阮学校台语讲个进度伤慢，一年仔时阵，我哋甲啥物阿爸阿母再会，我要来去读册。老师教我爱好咧，你好多谢，真办咧。本地大家是想要出囡仔歌专辑，后来愈做愈丰富，就变做一本结合故事、音乐甲游戏的囡仔册。伊对歌曲，伊若感觉介意，伊就会介意。伊无一定会讲这是台语的，所以就无要听。所以阮是嘛是想讲透过即个囡仔歌、台语囡仔歌的方式，来互较无机会去接触到台语的囡仔，嘛会当透过囡仔歌来接触到台语。这本册伫网络顶关集资，目前已经确定会出版啦。共学团希望讲，若募到的资金更较侪，就会使开亲子音乐会加拍 MV， 互更较侪家庭有听台语、讲台语的机会。记者林书豪、谢桂林台报道。